咱伫现场以及通过网络来进行礼拜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点咱要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宣调，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及全地，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对囡仔甲婴仔的嘴唱出来。你起造要塞，封闭敌人，要消灭对敌，消除冤仇。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你所安排月亮、星辰啊，人算什么？你遐尼关心；世间人算什么？你遐尼照顾。你予伊比天使小可较低，你使阳光尊贵做花冠甲伊治。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你予伊有权柄支配一切，一切羊甲牛，山野的走兽，空中的飞鸟，海洋的鱼类甲活物。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及全地，请人继续陪伴心今仔日的礼拜。亲爱天父上帝，感谢你，今仔日会当互阮，不管是来到现场，也是伫厝内底通过网络，拢有当来继续通过礼拜来到你面头前来敬拜你。主啊，求你怜悯阮，对疫情爆发到今，差不多有2-3个月久。一这过程，全世界有一所在面对人的丧失、甲病痛，甚至是疫情无遐严重的所在，生活的形态甲习惯嘛煞来改变。主上帝恳求你帮助阮，虽然目前的生活形态习惯有来改变，总是主。你予阮基督徒伫这个时间点，检视要来调整阮什么款的物件，求助你的信心，修饰阮智慧，会当通过安尼来调整阮的性命。总是要求助你怜悯，你来安慰。逐所在因为这个疫情来面对死亡、丧失的遮个人，求助你安慰因。扶持因，特别也愿主，你的气力、你的精神，会当甲全世界，或者医疗人员三个基地，
求主你保护因，熬用因的温数，通过这医疗温数，不管是研究也好，医治也好，会当帮助阮人类社会紧紧来恢复较早的这个生活。特别上重要的是，会当来保护阮人的这个健康。总是主，手术温数是对你遐来，所以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手术，求主你看顾。我嘛将今仔日整个礼拜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主你的信心运行，拍开阮的心门，来领受主上帝你的话语。愿咱的恩你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来领受今仔日咱要来读的这个圣经节，记载一旧约创世纪，记载一旧约创世纪。这个经文的范围是第1章第4节、第10、12、18、21、25、27、28节、31节，以及第2章的18节。由我来读，咱大家来看。4章第4节，上帝看光是好，上帝将光暗分开。第10节，上帝叫大地做地，叫自己的水做海，上帝看伊是好。12节，地就发草，甲鸟类结子的菜色，甲鸟类生果子的树，内面有伊的籽，上帝看伊是好。18节，也要讲有日暝，分别光暗。上帝看伊是好。21节，上帝就创造海里的大鱼，以及水所生侪侪有活命的动物，各照伊的类，佮创造各样的飞鸟，照伊的类。上帝看伊是好。25节，上帝就造地上的走兽，照伊的类，精生照伊的类。地上一切的虫豸，照伊的类，上帝看伊是好。27到28节，上帝就创造人，亲像伊家己的像，照上帝的像创造伊，创造男的、女的。上帝赐福因，上帝佮对因讲，着生大真济，充满一地上，来较赢伊，也着治理海里的鱼。天然的鸟，以及地上一切所叮当的活物，上帝看伊一切所做的，看真好。有下午，有早起，是第6日。最后一段的经文，第2章18节，耶和华上帝讲：人担心家己大唔好，我要甲伊做一个帮助者来匹配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一要分享大声，咱做一解来感谢。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将你的话语授予予阮。总是阮必须爱来承认，阮的经验有限，阮的智慧有限，阮的一切拢有限。所以，我唔敢讲，阮一定把握你的话语，嘛已经清楚主上帝你的旨意。愿主上帝通过每一礼拜的这个正道，搁较会当，互阮清楚明白主上帝你的心意，以及你爱阮做是啥物。主愿将以下正道的过程，全然仰望伫你，
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这个主日原本有定是耶和华礼拜，原本是有定耶和华礼拜，总是因为疫情的这个关系，咱嘛要来保护咱彼此，会当降低这个感染的这个风险吼。咱原地所有定的这个耶和华礼拜，咱得来暂停。不过咱反倒会当趁这个机会。反正趁这个机会，倒一解，咱逐人伫厝内底无法度阿白走的情形下，安静来思考，到底耶和华礼拜的意义甲目的是啥物？咱这一解来思考。咱大先来看耶和华礼拜的目的。咱来看耶和华礼拜的目的。耶和华礼拜的目的会当分做5个方向。5个方向，咱若是手头有周报。也是咱网络顶面，牧师嘛有放即个讲道的大纲，顶悬嘛有附即个经文。咱先莫去查，咱当礼拜刷，咱才刷落去研究就好。咱先来注意来听。这5个方向，第一个是啥？增加肢体的交通，就是关系建立，甲新朋友、甲无道友，也是厝内底久久无来教会的人。好，增加肢体交通。第二个方向是啥物？见证上帝所创造的大宽容啦，就是咱享受着这个受造界，总是咱嘛来思考讲，我要安怎来成做这个受造界的这个关键。第三咧，来观察这个受造界的这个变化，不管是通过四季的变化，还是这个受造界大自然的运行，咱会当通过这个变化来思想讲，万物更新，总是咱基督徒的性命，刚有伫更新改变。这是第三个方向。第四个方向是啥物？见证教会。当咱这个团体行出去的时阵，世间人甲咱见证着讲，这是一个充满疼，搁一个属灵的这个团体，一个充满疼搁属灵的团体。第5，就是确保上帝国的这个降临。确保上帝国的降临，意思是讲来阐述讲，我要来进入上帝国，我要来迎接上帝国的这个降临。这是耶和华礼拜目的的5个方向。若安尼，耶和华礼拜意义呢？咱接续要对第5个方向，就是对上帝国的确保，会当来分做5个意义、5个重点。好，这个意义有5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确保上帝国的律例甲法则，上帝国的律例甲法则。咱属于讲马太福音记载讲，耶稣安那带人去到一山顶，开始是讲百福对无？好，即讲天国律例。所以咱去到耶和华礼拜，这是咱第一重点。咱爱确保天国律例甲法则。第二，咱要安那？咱去到户外。是要去找好食的物件，找好耍的所在，找好看的风景，也是要来找耶稣。福音书所记载的是，耶稣时代的人离开因的厝，离开城市，去到荒郊野外，因是要来找耶稣，因是要来找耶稣。第二个重点是安那领受属灵的食物，但是领受这个属灵的食物。当这出外去到荒郊野外，去到旷野找耶稣的这个人，因要找耶稣创啥？领受上帝国的福音嘛，领受上帝国的福音。第四，要来见证甲敬拜俄勒。当耶稣带伊3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去到伫山顶显出伊的荣光的时，对彼得、雅各、约翰的嘴所发出的这个俄勒，所发出的这个赞叹。所以咱去到野外，还是去到去户外山顶，这是咱耶和华礼拜意义的第4个重点。咱来见证，咱来敬拜俄勒。第5，听候基督的再临，听候基督的再临，要警醒备办。啥啊？
当耶稣伫圣殿甲宗教领袖辩论了后，因出圣殿，出耶路撒冷城，去到一对面的橄榄山顶面坐，然后门徒围住耶稣的面头的边仔讲：老师，你搁再来的时，要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原来做什么款的备办？所以咱头仔安尼看落来，咱安尼看落来，咱会发现讲，不管咱是一礼拜当做礼拜，还是去到户外，去到另外一个空间做礼拜，咱会发现讲，差别伫倒位？差别只是换所在尔嘛，对无？不管是一礼拜当个礼拜，抑或礼拜，即个礼拜中心是啥？小共款是上帝的话啊，小共款是掠耶稣基督做礼拜中心吗？对毋对？有阿门无？小共款是掠上帝的话做中心。不过讲到遮，咱必须爱来反省，牧师嘛伫反省，牧师嘛爱反省。当每一届教会即举办耶和华礼拜时，咱第一个思考虑的点是啥物？咱敢会考虑讲啊，迄地点甲行程有吸引我无？啊，有好耍无？啊是讲啊，这个例行性的活动，啊，果不中我就来参加。当然，牧师知影讲，有的兄弟身体有病痛，有软弱，无方便。我知影，有的人无法度坐游览车坐遐久，无法度爬起爬落，也是讲需要随时的医疗。这我了解，总是遐个健康会当四界拍拍走的。每一届只举办耶和华礼拜时，你拢安那哩做考虑？坦白讲，牧师进前甲一寡中职同工，阮咧讨论耶和华礼拜时，阮拢咧讨论啥？老实讲，我甲中职同工，阮拢咧讨论讲，啊，倒位还未去过，倒位较好耍，倒位较适合。较方便，什么所在大人囡仔去拢会欢喜。牧师甲中职拢咧讨论遮个代志。牧师甲中职拢无咧讨论讲啊，即场耶和华礼拜会当互信徒伫信仰上啥物帮助，啊是人性上啥物款的操练。阮拢伫讨论讲啊，人敢会介意，会吸引人会欢喜无？当然，我头讲牧师有反省，因为这是牧师的毋对，这是牧师的过失。因为我无引带同工做伙先来讨论讲，啊，即场耶和华礼拜，咱要带会有啥物款灵性，还是信仰上的操练甲帮助。所以，伫安尼情形下，安尼反省之下，再加上这疫情的这个关系，咱煞来暂停这耶和华礼拜。我想上帝互咱安尼的机会。咱都一届安静落来，咱都一届来思考、来探讨讲，到底耶和华礼拜目的甲意义是啥物？咱大成照咱今仔日的经文范围来讨论哦。吼，来，咱今仔日的经文范围是倒位？创世纪第1章第4、第10、12、18、21、25、27、28、31，以及安那第2章的18节。咱要先通过耶和华礼拜的目的，第2甲第3，第二跟第3项目，这2个项目，咱要对这2个项目方向来探讨讲耶和华礼拜的意义是啥物？好，咱敢有找到咱周报这2个项目啊？第2个就是见证上帝创造嘛，对无？第2个就是观察大自然的变化。毋知影咱的兄弟姊妹吼，台湾国境南北啊，南北，我讲啥？东西南北啦吼，的风景吼，东西南北啦吼，雄雄讲袂出来，东西南北风，即个风景咱敢要走透透啊？拢还袂走透透对无？台湾的风景敢是上帝所创造的水，敢有真奇妙？这个图吼，有一个是关仔岭的水火同源啦，吼啊，另外一个这粒大家拢知影嘛，这是倒位？
嘿，亚六的啥女王头。啊，牧师刚好要掠这两个头衔啊，因为牧师若将全台湾水的风景拢掠落来吼，咱规个无工看会了，看袂了，太济咱看袂了。总是咱咧欣赏，咱咧享受上帝所创造的水的中间，咱敢有落去观察，咱敢有落去思考讲，上帝创造哪遮尔奇妙？咱看去讲蜜蜂因所做的蜂箱，因的迄个空呈现什么六边形的几何结构，对无？恁敢有去观察过六边形的几何结构哦？这个汤托蜜蜂因会晓数学吗？他们会数学吗？是啊，因会晓做这种几何图形的六边形哦。是啊，会使做安尼，甚至是一山顶，还是野洼的一窟水池，这个水池里面都有真复杂的食物链，还是真复杂的一个循环，对无？真复杂，真丰富。咱敢捌去思考、观察过讲，上帝的创造哪会这么奇妙？甚至咱夜头来看天色，咱就会当有测讲啊，明仔载可能会落雨，明仔载可能天气真热，咱会当来有测啥一回气象嘛，对无？下暗时咱夜头看星象，就知影讲安那。即换季啊嘛，对无？即个季节即改变，即个天文历法，就是对古早人对即个大自然受造界所经验、所体验的、所汇集的即个财物、即个知识。总是咱敢有思考过讲，上帝哪将宇宙万物创造，然后设计甲这样有次序的运行，设计的如此有次序的在进行哦，很有秩序的在进行哦。咱敢嘛安尼去思考过？甚至咱嘛应该要来想，一这样有次序的运行的宇宙世界万物中间，咱人一中间应该爱扮演什么款的角色？我们人在受造界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咱应该发挥什么款的功能？相信咱自细汉到大汉，应该拢有画图的经验嘛，对无？来，敢有人毋捌有画图的经验、画图的经验，拢有嘛？啊，恁敢有做过即个手工艺、工艺即个经验？敢有？唔通讲恁自细汉毋捌画图过，毋捌做过工艺吼，美术工艺啦吼，美术工艺。啊，我毋知影恁做了，恁对恁的作品有满意无？画了有水无？啊，做了有满意无？不管咱有满意，还是讲做的过程有顺利无？我相信你在做，你在画图的过程，你的脑海绝对有一个蓝图，对无？脑海里面有一个蓝图。你心中对你所做的物件，你绝对有期待，有一个目的，对无？对无？啊，若是最后你做出来这个作品，会当照你的蓝图、照你的期待来完成，你会感觉安怎？你会感觉心满意足无？足欢喜嘛，对无？安尼我要来讲的是，上帝伊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伊所创造的世界，照上帝的意思，安尼来设计，安尼来安那创造，安尼来安置。你想上帝敢有心满意足？咱今仔日看到经文，上帝创造好，伊讲看安那甚好，真好，上帝心满意足。小同款啊，小同款。上帝伊对家己所创造的这个宇宙，甲一切万物，伊看了真意爱，真满意。这是上帝伊的设计。上帝互鸟只会飞，互水内底的鱼真够游，互所有的走兽安那会走会爬会跳，然后这个动物的运动能力，拢比人更较好。你有承认无？请问
敢有人厝内底有饲猫啊狗啊？啊，伊若撞起来，你讲你会着伊？咱饲的猫啊狗啊，你都掠袂着的。我要讲的是，这是上帝伊看最好的设计。所有的动物，伊的运动能力拢比人较好。这是上帝看最好的一个设计。甚至是咱的季节，吼，咱一年有几个季节？4个嘛，对无？春夏秋冬，有时寒，有时热，有时湿，有时凉。安尼的循环，其实嘛，互咱无共款的受造物会当得到无共款的好处。啊，这个四季的循环会当得到啥物好处呢？请问，咱敢是四季有无共款的水果通食？你敢有规年透当有西瓜甲往来通食？哈，即摆会当规年透当有西瓜往来通食哦。哇，安尼咱人嘛是全能的哦，靠赢上帝啊！吼，我要讲的是，爱食有着时啦，水果爱食有着时对无？啊，柳丁啊是安那，柑仔嘛是着时的时阵会当食着啊。咱知影讲非洲的这个大草原，非洲大草原内底，因有这个旱季，当这旱季一到的时阵无落雨，动物就安那，就来大迁徙。我要问的是，平常时这个狮啊、甲豹，因讲掠会到这个猎物？我来讲吼，迄电视即翕的拢是因拄好掠到这个动物尔啦。平常时因足歹掠到这个羊啊、甲牛啦。所以，这个狮啊，也是食肉的动物，趁大迁徙的时阵，安那会当较简单掠到这个草食性动物啦。甚至是因为旱季的关系，水池、水库一打，水内底鱼安那浮起来，哇！啊，这个食肉就安那真简单来食到肉。这是上帝所设计四季的变化，互无共款的受造物，伫无共款的时阵，得到应该有的好处。有时枵，有时饱。甚至咱要来思考一件代志：前一站，伫澳洲港是有这个树林的大火，树林大火对无？啊，总是有人研究啊，人为所造成的大火的几率是安那？其实是无济，就少。人为造成的大火几率其实是很低的哦。然后呢，我要来问的是。若讲这个受造界，伊家己发火来烧这个树林的话，某一个程度，讲是树林家己咧做消毒，借着这个火自己在做消毒，敢有可能？敢有可能？检查有当时咱人看到啊，这严重的代志，总是上帝的眼内，是伊的设计内面。检查都是伊看最好的，这是伊意爱，只是对咱人来看，啊代志哪遐尼严重？而且不只是大甲咱无法度测度的即个星体，吼大甲咱无法度测度的星体，也是咱小甲咱看袂起的这个微生物，也是来到纳米单位哦的这个细菌。我要讲的是，这个受造物。不管是偌大还是偌小，上帝互一切受造拢运行伫限制范围内底，然后发挥因的功能，然后因所发挥的功能运行的中间，拢会当来相配合，然后或者整个世界非常有次序来去运行。我想咱一定重复听到牧师讲即句啊，对无？每一项物件拢安那，拢有发挥功能，对无？每一项物件所发挥的功能，拢相配合，对无？然后整个世界安那，真有次序伫运行。牧师一直重复伫讲遮个代志，真有次序伫运行。亲像自然界，也是做事人，相信对这拢非常了解。春天一到，蜜蜂四季去安那采收花粉，对无？这时阵花会将伊的花球，咱华语讲雄蕊啦，雄蕊安那散发出来，然后吻入这个蜜蜂的身躯顶，
然后这个蜜蜂若是飞去另外一蕊花，要来采收花粉的时阵，这个雄蕊就可以跟雌蕊怎么样？授粉，对不对？授粉对不对？啊，授粉了后，这个花树也是这个菜色，敢是会当结果子，对无？会当结果子嘛？有实物的学家有研究，这是因为咱进入工业的社会哦。那较早做实农业的社会，因研究讲蜜蜂的活动甲人类的生存有真密切的关系。蜜蜂的运行跟人类的生存有很大的关系哦，吼。所以咱看去讲，蜜蜂伊采收这个花粉回去，啊，最后这个花粉会当变做啥？变做啥？蜂蜜嘛，哦啊，咱教会有人伫做蜂胶对无？啊，就诚做这物件嘛，啊，蜂蜜嘛诚做别种动物的食物嘛，对无？所以咱发现讲，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因所发挥的功能，甲有来相配合，甲有相配合，拢有关系，然后真有次序的运行。总是我要讲的是，若有一天这个地球蜜蜂去消失，你想会发生啥物代志？若有一天有其中一个动物去绝种，你想会发生啥物代志？若有一天，这个地球有一个所在的生态受到破坏，无法度恢复，咱来想会发生啥物代志？这世界失去平衡，会造成混乱。其实，咱人类的社会、人类的世界嘛是安尼。不管是国家也是教会，拢有家己的次序，有家己的规矩，总是嘛包容亲像无共款济的人。教会嘛是共款啊，教会讲是大家人的出身无共，系统无共，习惯、价值观、语言安怎拢无共对无？总是一教会内底，咱相共款的是啥？咱讲是看共一本圣经，咱讲是信共一位上帝。咱讲是我靠共一个救主耶稣基督，咱讲是我靠共一个信心，咱讲是安那受共一个洗，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来受洗。所以教会一定爱伫共一位主安尼的基础下面，咱无共款的人爱来彼此了解，互相磨合了后。发挥咱每一个人应该有的温素，最后咱照上帝的计划，互教会恢复这个次序。阿门。照上帝的计划来恢复教会的这个次序。不过，上帝伊的创造这尔啊多元，这尔啊丰富，总是一多元丰富的内底。有包括歹的代志，有包括罪。上帝多元的创造，有没有包含罪跟恶？咱基督徒常常互人挑战一件代志，什么代志？咱会讲啊，恁讲恁的上帝偌好拄偌好，偌良善，创造的人安那本性是善的，啊是啊，这个世界安那？充满这样一个暴力、战争、恶毒，是啊，都有遐尼侪歹的代志伫发生，是啊，人的犯罪，啊是安那，啥苦难拢发生伫遐无辜的人身躯顶，这是咱基督徒常常面对的挑战。恁的上帝毋是足好吗？创造毋是良善的吗？哪会发生这个代志？我想，咱人类所面对的苦难，咱嘛来分清楚，到底还是属于天灾，还是人祸？是属于天灾还是人祸啦？咱的山坡地，有人种槟榔，有人种地叶，然后安那风台天一到，
造成土石流，请问这是天灾还是人祸？真歹判断对无？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咱人为着方便嘛，追求科技嘛，工厂一直开啊，造成一只的废气、废水甲废物污染着这个环境。请问这是天灾还是人祸？对无？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其实讲一句较简单的，咱即马的现代病、癌症，还是啥物炎，拢是人类家己安那做得来的啦。华语叫做自作自受啦，做得来的啦。是安那？工厂所产生的这个废气，也是排出来的废水，也是这个废物，当因污染着环境了后，这个空气去到天顶，真做安那水蒸气，然后最后落雨，落伫咱的水库，落伫安那，这是人所种植的这个所在，最后经过这个土壤吸收到这个菜色水果顶面，这个菜色水果最后是送你食。送你食，所以咱造成的污染，最后都倒来到咱人的身躯顶，对无？所以人是做得来。然后咧，为着要延长咱的岁数，科学家在研究安那克隆技术、复制羊、复制人，看安尼鱼歹去，看有一个新的鱼安那通换；胃歹去，看有一个新的胃来换。头壳歹去，安那看会当换一粒头安尼无？你会发现讲人类真矛盾呐，人类真矛盾。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一切拢照次序咧行，偏偏有一个受造物去破坏这个次序。这个受造物是啥？就是咱人家己，就是咱人家己。总是咱必须爱来承认一件代志，有真侪歹的代志，有真侪苦难，嘛超过咱的想象，超过咱的把握。咱真正唔知影上帝为虾米会互这个代志来发生。所以，一个信上帝的人，一个基督徒，嘛必须爱来谦卑，来思想，来祈祷，问上帝讲：主啊，啥这个代志会来发生？主啊，这个代志啥会来发生？等下学咱即届现今全世代所面对的这个疫情，请问我要讲的这个新冠状肺炎，敢是上帝创造的？新冠状肺炎敢是上帝设计？敢是上帝制造出来？上帝无带理智，对天顶压这个病毒？看恁人类看这袂习惯，安尼压落来吗？这病毒安那来？病毒是安那来？最近我嘛一直思考吧，我嘛咧问上帝啊，主啊，你是啊容允这个代志来发生？容允侪无辜的人因为这个疫情来失去性命，家庭受破坏，人一惊吓的中间，生活的习惯甲形态拢改变。我咧问主啊，为什么你容允安尼的代志来咧发生？接续伫遮，咱有一个真重要，的深刻的议题要来思考。有一个重要的神学议题要来思考啦。上帝伊伫创造世界了后，伊个无去插手伫即个世界啊吗？上帝创造完世界之后，他就不再插手了吗？上帝拢无插手伫人类的历史内底吗？上帝创造世界了后，伊就无去掌管即个世界啊吗？咱来思考即个深刻的即个议题，上帝就无咧插啊吗？咱来看咱今仔日的经文对无？今仔日的经文，上帝创造一项物件了后，煞尾上帝伊拢家己评论讲，看安怎？真好，甚好，上帝真介意，真好。这个真好背后意思是啥？看真好，
逐项物件拢照有因的功能去发挥，逐项物件拢是因的范围去运行，逐项物件拢相配合，互这个世界真有次序的运行，看真好。总是有一项物件无去，有一个所在受破坏，造成整个世界无法度正常运行的时阵，你感觉上帝都会讲看真好吗？上帝会讲啥？唔好，真唔好，真唔通，真唔好。牧师一只小可人考试哦，伫创世纪内底，上帝创造逐项拢讲真好对无？啊，总是上帝看一件代志，伊讲唔好，啥物代志？上帝创造了，伊讲有一件代志讲唔好啊。迄个时阵，世间上有几个人？啊，一个人嘛，所以答案真清楚嘛，对无？上帝看亚当独身、单身一个人安那？唔好啦，唔好啦。所以上帝伊要将唔好变正好，所以伊将伊对查甫人的变啊骨，倒做安那？做出一个查某人，加做查甫人的陪伴，加做查甫人的帮衬，然后看因两人合做一体。上帝讲安尼安怎？真好，真好。其实咱基督徒正性的功课，咱基督徒生命改变的功课，嘛是安尼啊。好，亚当因为犯罪来破坏上帝的形象，搁咱人都有这个罪的遗传，所以咱一生落来。就安那，就无完全。咱生落来，就是一个上帝形象无完全的这个状态。那安尼，上帝要安那来调整这个无完全？伊插手是人类的历史，安那插手？伊将伊的圣子耶稣基督收赐予人类，伊家己本身进入人类的历史、人类的世界，伊来插手。通过基督的死甲割活，以及信心的降临，互寄纳信的人生命会当安那经过信心的帮助，耶稣基督救恩来得到改变、更新甲进步，最后来恢复上帝应该有的形象。阿门。所以上帝要将唔好的来变做好，所以我都来问咱各位。上帝创造世界了后，敢有继续插手伫这个世界？有无？有啦，上帝有继续插手伫这个世界。咱看主耶稣伫约翰福音内底，伊讲到人生命的改变，伊嘛是摕自然界、受造界的物件，你讲嘛对无？伊用葡萄树嘛，一张葡萄树袂发果实，安那无法度结果子的这个枝仔安那？斩落掉嘛，开始你烂的枝安那斩落掉嘛，斩掉修整清气了后，生出来就安那有好的果子嘛。咱生命嘛是安尼啊，无好的，无合上帝旨意的，无顺服上帝，上帝看无欢喜的，拢甲安怎除好掉，拢甲对付好掉，最后咱会当结出好的果子。上帝通过信心。互咱原底唔好变成安那，变成好。所以保罗嘛常常讲啊，当咱继续操练家己的时阵，直到主的日，上帝讲安那真好，我的路卜安那真好。既然基督徒伫信心的帮助下面，要来恢复上帝的形象，那安尼咱。在这个世间，绝对爱来配合上帝，将唔好的代志变做好。这是咱做一个管家应该有的责任。一只，咱来想一件代志。咱敢有人自细汉吼，一厝内底只好拆物件。爸爸妈妈送你的玩具，送你的玩具吼，你算一时啊，都要拆好掉。
敢有人自细汉才爱拆物件？爸母挖一个头，电话去互你拆去，挖一个头钉仔话互你拆去。敢有人？好啦，毋免举手不要紧啦吼，毋免举手。我要问的是，你拆了后，你敢倒会转去？你拆了后，伊敢都会叮当？敢会使使用？今仔日互你一支劳力士，今仔日互你一支智慧型手机，然后爱你甲拆好掉、拆好线，然后互你一个任务讲，你倒搭钉倒转去，原来会当钉开机，手表会叮当。请问咱敢做会到？咱敢做会到？除非你是设计者，除非你是制造者。啊，无咱无法度去拆线、去破坏原底无属咱所创造的这物件，咱无法度恢复。今仔日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敢有真美妙，敢有真水。总是当咱人甲破坏了后，咱人敢有能力甲恢复？咱人有迄个能力无？咱含手表都倒袂转去的。对无？连手表倒袂转去，你讲即个环境会当恢复？是即个真有次数的即个世界，干那人即个受造物专门去破坏即个次数，干那人无发挥伊应该有的功能，人常常误用家己的运数。那安尼，到底上帝毋望人伫即个世间发挥什么功能？我要讲的是，上帝毋望人会当将伊的受造界，伊所创造的世界，经过人的管理，互真好变互搁较好。我咧讲一届哦，互真好变互搁较好哦。今仔日牧师的经文，今仔日牧师的题目是啥？是上帝创造的美好煞嘛？是上帝创造的美好煞嘛？接续嘛？上帝将伊创造好的世界交互人，然后人将伊管理好搁较好，毋是讲咱人的能力比上帝较大，这是上帝对咱人的期待。意思讲，代志做到一个程度，交互人，人讲，请你继续好好表现，发挥你的功能。那呢，保护环境生态的功课下面，基督徒绝对爱来先来进行的，就是恢复上帝的形象。咱爱明白上帝的旨意，咱爱知影上帝的心意，咱爱来知影讲上帝爱咱人，伫即个世间做啥物，发挥咱人应该有的功能，负起咱做一个管家应该有的这个责任，互即个受造界继续维持伊真应该讲真顺序的即个真顺序的即个次序啦，吼，真顺序的即个次序。期待咱教会大成正做社会、国家的即个好的款式，咱来强调保育即个环境的保护、生态的保护，咱来互上帝原起头创造的世界恢复变做真好的状态。我嘛相信，这个世间阁有真侪上帝看了唔好、看了无介意的代志，教会嘛爱来知影讲倒位唔好，然后将伊变做好，然后将伊变做好，嘛毋望咱的子子孙孙未来有野外通去，未来有水的风景通看、通欣赏。最后，咱可能会思考讲，牧师，你自头到尾拢一直咧介绍生态、介绍环境、介绍水的风景等等遮的，经过是听到讲观察大自然来反省家己的生命有改变无？总是一大方向，基督信仰甲环境保护有这么密切的关系吗？在大方向，基督信仰跟环境保护有这么大的密切关系吗？我想我直接用最简单的话来讲，
今日教会呼吁推动环保、生态的保护，目的是啥物？目的是要互世间人，亲像诗人伫诗篇内底所写的相共款，通过看即个世界的水，来意识到即个世间有一个创造主，借着观看这个世界的创造，来意识到这个世上有一个创造主，然后通过安尼来思考，看去讲这个创造主的伟大，最后佮通过这个水，将一切的恶乐佮荣耀归乎这位创造主。基督徒活伫世间上大的目的是啥物？荣光上帝嘛，对无？所以你要通过环境保护，互世间人来荣光上帝无？有阿门无？所以环境保护甲咱信仰有关系无？有真大的关系。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真清楚，这个疫情真正互世间真惊吓，嘛拄着真侪丧失，互人艰苦心的代志。总是翻头，我嘛看到这个大自然，就是这个受造界，那时候慢慢有咧做一寡恢复。所以是这疫情下面，有阮看到烦恼的代志，嘛是有迄种互阮看到欢喜的代志。主上帝，阮毋知影这讲是其中一项，你要互阮看去。所以恳求主上帝，你互阮教会通过这个疫情，搁一摆来思考，正做这个地球的管家，教会爱安怎来带头。求主互阮智慧，嘛互阮会当逐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常常对付家己，将遐毋好的通过信息的帮助来甲除去，互家己的性命伫上帝面前看做好。也愿主上帝，互阮的教会虽然有侪侪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立场，无共款的价值观，总是相共款，一共一位主，就是你的圣囝耶稣基督。安尼基础下面，我让彼此合一，彼此相听，来恢复教会应该有的功能，来传福音。主上帝，愿你听我的祈祷，也愿你继续将你的话放进阮心内，来甲阮引带。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想报告的内容，不管是咱现场有摕到周报，还是咱是通过网络做礼拜的兄弟姊妹，咱让照咱网络的资料，还是咱手中的纸本，咱家己来看就好，家己来看。相共款是即个呼吁，请咱爱好好保护家己，常常洗手做消毒，配合咱的国家的政策，先暂时。先莫四界拍草啦吼，保护家己，因为咱安尼做是咧支持咱每一个所在医疗人员。咱知影讲，因拢无休困，因面对真大的即个感染风险，所以咱安尼做是咧协助因，是咧关心因。好，以上一只来报告。咱最后做伙起立，咱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以及信实的相通引带，甲阮三个伫地，
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列倒来散会。好，咱现场遐个姊妹，咱的平安礼，咱用讲述的方式，比如讲上帝听你，愿你平安。